你去就可以。不要了，放过来。还好在。你看，哇，超完美。好奇怪。对。怪的。你家弄不完，要换铝箔纸吗？所以要用铝箔纸烤吗？还是用铝箔纸烤？不要的话，那就拿开了。这杯啦，这杯啊 ，OK 啦。最后连续。可是如果这个的话，就不要用奶油呢，这个会会那个发力。焦掉了啦，那个都可以吃，不要再烤了。我帮你放几锅。那要来烤这个吗？趁时间。现在烤虾哦，我不知道那个阶段。好啊，好啊，烤虾，烤虾。虾，我好想洗盐哦。啊，烤虾那盐呢？它加盐。在那边加盐吧。那个，像加油。